里是佛来，耶这来这来，莫反莫来，目的地是一起是那事那佛来生佛来这里发沙发生佛来谁耶？呼噜呼噜莫来，呼噜呼噜西里嗦来嗦来，西里西里苏噜苏噜，菩提耶菩提耶，普陀耶普陀耶普陀耶。祈求平安。布達拉宮，哇！後邊嘅雪山，今日而家天氣我諗得3、4度到啦。嗰邊都似有雪山。因為尋晚有落過大雪，尋日全日都有落雪啊。果然豬頭仔喺撞龜來住咗2晚之後，豬體大致復原，食得瞓得，同佢第一2日喺拉薩嘅狀況係天淵之別。不過今朝食早餐嘅時候，發現佢講嘢有啲9唔搭8，令我有少少擔心佢嘅智力會唔會因為高反而進一步降低。因此我決定一陣上到車會問佢幾個問題，以測試佢嘅智力狀況。詳情請參考影片附件1。我是香港的，你是哪裡的？我廣西南寧的。廣西，他要去阿里那邊啊，還有去新疆？沒有，看看吧，看看吧。祝你平安，路上平安啊！好，再見，拜拜。仔25啊！今日我哋20號，今日 day 幾啊？唉，你又問翻我轉頭，呢個張相。day 睇先，20、21、22、23、24啫今日。今日24啫咩？係啊。唔係嘅話。都星期3啫嘛。24啊？唔係喎，有禮讓行人拍照。25唔係喎，星期5。你睇下時間嗰個啦。哦係啊，20、21喺25啊25。今日25號啦，我哋拉薩第4日嘅啦，已經係嘛？定第5日啊？我哋21號到拉薩啦。前方250米處有禮讓。第5日。哦。OK， 我嘅推測果然冇錯，豬頭仔嘅智力竟然仲可以進一步咁降低。琴日我哋去完羊湖，發覺啲氧氣都唔好夠用啊！豬頭仔2、3個鐘頭吸晒成樽嗰樽氧氣。咁而家我哋咧又要去氧氣公司嗰度咧，我諗要換一支大更加大嘅，我哋4啲都唔夠佢用啊！咁可能會換支8列，或者睇下佢有冇大少少 size 啦。咁然之後我哋今日想去日喀則市嗰邊嘅，但係都唔一定。布達拉宮我哋都未停低架車影個相，睇下今日點安排法。山嚟喎。好的，我們有。你而家換到碌大碌嘅，可以連續吸10個鐘頭啊！開1都可以吸10個鐘頭，即係比之前嗰啲係 double 咗㗎啦，已經係。我就揸去布達拉宮嘅停車點，今次係認真要停低架車落車㗎啦。落車唔係入去布達拉宮參觀，而係喺出邊影下相嘅啫。我諗 anytime 要喺布達拉宮附近停車真係唔容易。頭先我哋都失敗咗，好在附近呢個拉薩百貨大樓咧都有幾多嘅停車位，行去布達拉宮廣場都係10分鐘時間到。一經踏入布達拉宮廣場，已經有唔少嘅美少女着晒藏服咁樣喺度影相啦。見慣靚女嘅我當然不以為意啦。嗱，你睇呢啲先係真正嘅靚女啊嘛。好，啲衰嘢唔好講住，平心而論啊，布達拉宮真係我親眼見過嘅其中一個最靚嘅人造建築。除咗佢紅白配襯呢個藏式效果非常之驚豔之外，加埋個背景天空嘅顏色真係一絕。日頭已經好靚啦，夜景同樣靚到叭叭聲。不過我哋今次就未有好近距離咁欣賞布達拉宮嘅夜景，但係我哋都試過離遠睇。夜晚靚之餘，好似多咗2分鬼秘咁樣啊！而日頭嘅氣場就好正氣啦。我哋喺西藏呢個期間係3月尾嚟嘅，屬於西藏嘅正春天，仍然有唔少落雪嘅日子，望遠少少都可以見到連綿嘅雪山。廣場正中央都有唔少在地嘅攝影師會推銷我哋喺度影相。部分攝影師器材好簡單嘅，得塊鏡同埋一部手機嘅啫，主要係幫人影天空之鏡嘅效果。明碼實價10蚊一張，不過喺拍攝過程佢會叫你擺唔同嘅姿勢，如果你唔嗌佢停呢，我諗佢會幫你影1000張，然後逐張收費。我因為太靚仔，呢位女攝影師幫我哋影咗6、7張，結果都只係收咗我哋3兜嘢。我有懷疑過佢純粹垂涎我嘅美色，以影相為名，加我微信為實。而呢個美麗嘅誤會喺幾分鐘之後，我透過微信想問佢離開布達拉宮廣場應該行咩方向嘅時候，發現我嘅微信已經被佢拉黑而結束。我哋而家食緊肯德基家鄉雞啊，好好奇啦！喺西藏食呢啲嘢係咩味？但都保留到嗰個一樣水準喎，同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嘅肯德基，我哋嗌完一次仲嗌多一次添啊！因為真係幾好食啊！如果會遇到麥當勞呢，我哋都會試西藏嘅麥當勞。
我哋而家仲喺拉薩市，我哋突然間今日咧又決定又去林芝，因為原本諗住去日喀則嗰邊嘅，但係後尾考慮到咧去日喀則嗰邊嘅景點咧太分散啦，每一段路咧都要400公里咧，咁我哋以剩翻日數嚟計咧，就反而去林芝咧就可以完整啲咁去到林芝嗰幾個景點咯。咁而家就出發，393公里，大概4個鐘頭10分鐘到就可以去到林芝。豬頭仔，係你好似好忙咁喎，你做緊咩？前方紅綠燈直度緊行。嗰個血氧啊，幾多啊而家96。 96啊，梗係啦，你係咁吸住，係咁吸毒，冇嘢喺度吸毒啊喺度。隨住我哋部車漸漸遠離拉薩，喺路上見到嘅風景真係喜出望外。出發之前冇諗過由拉薩去林芝呢條路係要穿過一座一座嘅冰山嘅，而且喺事前嘅評估，呢一條路最高嘅海拔大概都係4200米。事實上最高記錄到嘅海拔係4760米，呢類高度隨時會落雪。呢直頭呢個朱古力蛋糕呢，上高滲啲糖粉咁樣。我哋周圍都係結咗冰啊，喺路邊都結咗冰啊。而家豬頭仔就玩喺啲冰咯，好凍啊嘛。係路啲側邊路嗰啲水咧結咗冰，附近其實周圍都係呢啲地方嚟嘅。拉薩去林芝嘅途中會經過10個服務站，我哋喺其中一個服務站嘅支路見到有路牌指示去一個我唔記得咗咩冰山啊。雖然我哋冇去到冰山上高，而喺沿途俾啲牛群吸引住，即興落車拍下片，呢啲咪就係我哋中意自駕遊嘅原因咯。豬頭仔身後邊嘅係一群西藏牦牛，係青藏高原特有嘅牛種，因為佢哋全身覆蓋住長毛，可以抵禦高海拔嚴寒而聞名。就算去到零下30度嘅氣溫，佢哋一樣頂得住，仲被譽為雪域之州，係藏族生活中最重要嘅經濟動物同埋精神象徵。喺西藏鄉郊隨時都可以見到藏人飼養嘅家牦牛。而家我哋見到嘅呢，就係野牦牛，野牦牛嘅體積會比家牦牛大好多，最重嘅可以去到1公噸，性情比較兇猛，屬於國家1級保護動物。同四川嘅大熊貓同級，即係話野牦牛係唔可以愛嚟食用嘅，非法捕獵野牦牛係要坐監嘅，刑期由4碌至11碌不等，判決主要視乎你嘅後台夠唔夠硬，行埋，主要係視乎案情嘅惡劣程度。一隻西藏野牦牛嘅價值被鑑定為高達人民幣50萬。我哋喺市面上食得到嘅牦牛肉，理論上全部來自家牦牛。家牦牛喺外形上雖然細隻過野牦牛好多，但係都係源自同一個基因嘅，食用營養價值非常高，特點係超高嘅蛋白質同埋極低嘅脂肪。牦牛肉嘅蛋白質比普通嘅牛係高50幾%嘅，而脂肪就比普通嘅牛低70%。以我食過嘅體驗嚟講，肉味係濃嘅，不過同我哋食開嘅牛肉嘅味道係有少少分別。佢哋話係原野味，我信㗎，即係好似上集我食嗰嚿豆腐咁啫嘛。口感就比較韌㗎，所謂嘅比較有咬口啊，原因就係低脂肪高纖維，啲纖維又長又粗，打邊爐嗰陣時咧淥耐啲都唔驚佢爛。氧氣聞嘅豬頭仔生龍活虎啊！食完呢樣食嗰樣，一條龍啊，即刻變咗係嘛？哇！呢邊啲雪啊，越嚟越高啊，所以咧積雪係積得越嚟越出條路，即係越嚟越凍。而家4620喎，而家係海拔，係啊，我仲以為佢4200已經最高，原來4620。真係冇完全冇諗到咧，我哋呢次個旅程咧係會成日遇到落雪嘅喎。最落雪個規模都唔細，前面落得仲大。我哋呢度啱啱開始落嘅，雖然就落緊雪，但係氣溫就唔低嘅，都有8、9度咯。而家都有4500幾海拔嘅。我前面發現有隻狗仔喺度啊，唔通係未長成嘅藏獒嚟嘅？你係？小狗狗，過嚟啊！乖乖，過嚟啊！俾我摸下。你叫咩名啊？做乜護我啊？做乜護我啊？好啦，個 system 話胎壓過低，話我呢條胎嘅胎壓過低啊，都唔係好嚴重嘅，係得嗰條胎啫。入到林芝先至再揾。
地方打胎壓。喺呢個服務站加完油稍稍作整頓之後，我哋決定去林芝之前先去途經嘅巴松措。由於我哋 plan 今次西藏行程原本係唔打算去林芝地區嘅，所以呢一刻對巴松措嘅認知係非常之少嘅。哎呀，我驚佢啊！即係佢傻噶嘛，你幫我睇住佢啊，睇會唔會亂走啊？係喎，細隻啊！雖然未到林芝市，但係呢度已經屬於林芝地區啦。好明顯啊，成個畫面嘅風貌都唔同咗。首先，我哋會見到好多動物喺路邊，竟然連馬騮都出現啊！亦都見到好多闊別咗一段時間嘅樹木，同一日裏邊見證咗唔同氣候孕育出嚟嘅生命力。呢啲叫咩牛？冇嘢做咁樣，喺度做乜咧？冇嘢食喎。你眼望眼又唔傾偈又唔食我喺度，睇下佢哋彈下咁行啊！呢個就係西藏啦。住宿入園呢度係檢票處咁入內喎，遊客請乘觀光車啊！我哋嚟到巴松措嘅景區入口，咁原來呢就唔可以自己揸車入去嘅。要喺度坐觀光車轉車入去。定啲嚟，並非如此嘅。等奧丁 BB 幫大家整理下。遊覽巴松措有兩種形式，第一種買門票，然後轉乘園區嘅觀光車，揸自己嘅車可以嘅，一樣要買門票，附加個條件，你必須要喺巴松措景區入邊嘅酒店或者民宿裏邊住宿。喺購買咗門票之後，仲要登記你嘅車牌，咁樣閘口就可以識別到你嘅車牌可唔可以進入園區。門票價錢有分淡季同旺季，我哋而家呢個係淡季，每年嘅5月之後啦，不過唔記得至到幾多月都係屬於旺季。淡季門票係成年人60蚊，買門票最直接嘅方法就係嚟到景區門口，頭先我哋嗰個地方直接買，又或者透過 Trip.com 呢類嘅平台都可以買到嘅。現場買門票要注意，售票處下午6點半就會關閉噶啦。登記車牌進入景區嘅辦事處，服務時間同售票處係差唔多，不過我真係唔太記得啦，大家特別注意下。我哋就選擇住喺巴松措嘅景區入邊，即刻喺網上 book 咗一個民宿，然之後就安心去食嘢。今晚我哋食林芝嘅名菜石鍋雞，食鍋雞嘛，對，嗱唔平噶，380蚊人民幣啊一鍋，咁但係佢都幾多材料嘅，佢話用係土雞啊，即係唔係嗰啲炸啲雞啊，唔係嗰啲咩冰鮮雞啲，用土雞嚟煮嘅，咁仲有啲菌類嗰啲嘢喺度，個湯滾咗呢，我哋可以先飲啲湯試試個味先。我呢個鍋啲湯好鮮味啊，啲雞呢，我就唔係覺得話土雞就特別好食，因為始終土雞呢，我信佢係土雞嚟，因為土雞真係會鞋啲嘅，但係個肉味呢，我應該嘗真啲先咯。不過淨係食呢鍋雞呢，個老闆呢俾咗好多建議我哋，即係我哋聽日啲行程點走法呢，即係個 concept 我哋強咗啊。原本我哋好模糊嘅，佢見步行步嗰種啦，但係而家就比較明確，就唔需要走咁遠。OK， 食嘢先。呢度石鍋雞特色呢，其中一種呢就係佢俾一大碗嘅蔥花嚟嘅，又有一大碗嘅芫荽，咁就呢啲秘製嘅辣醬。不過秘製辣醬就我哋都覺得偏辣，如果中意食辣嘅應該覺得好香口。份量非常足啊，啲菇好多，雖然佢切到好薄，大家撈落去呢，成鍋底都係呢啲雞嘅，不在話下添啦。我諗呢度差唔多成隻雞啊，食唔晒啊！一定。這狼線加茶、松茶，不是山南，不是到拉薩嘛？是公幹，這你看嘛，這裏邊林芝、這米林、狼線、加茶、山南，是這條路景色挺漂亮的。走山南那邊，對，走林芝、米林嘛，是米林機場那邊。我哋頭先食嗰個石鍋雞呢，其實係一個3至5人嘅份量嚟嘅。我哋食到飽到上心口，都只係食咗一半。咁如果咁計，380蚊呢都算平㗎啦。食飽正想揸車入景區，發現呢登記車牌嗰辦事處已經收咗檔啊！我哋入唔到去，我就去保安亭嗰邊問下究竟咩情況。豬頭仔就直接打俾民宿嘅負責人，睇下幫唔幫到手。呢個片段係想展現一下豬頭仔嘅強大溝通能力。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們是怎樣進去呢個景區範圍？因為他現在有一個要，是不是要驗票才可以進去呢個景區？最大問題係我哋當時係未買門票嘅，咁而售票處亦都收咗，網上亦都買唔到當日嘅門票，所以最後我哋放低各自嘅身份證喺保安亭嗰度，先至可以入到站。第2日要出翻嚟補票，就可以攞翻自己嘅證件。嗱，不過之前已經同大家講咗正規進入巴松措景區嘅方法噶啦，大家跟住嗰個方法做就可以。抵達民宿已經夜晚9點幾，今日嘅行程就嚟到呢度，我哋瞓一覺先。林芝地區呢邊嘅住宿一般都係冇供氧系統嘅，瞓瞓下豬頭仔就要求我將車
裏邊嘅氧氣攞上嚟間房度。半夜3更出邊落住大雪，我就咁踢住對膠拖鞋，硬樓梯抬咗上嚟3樓我哋間房度。唔緊要嘅，只要豬頭仔開心，我死又何妨呢？車頂都積晒雪。而家呢個狀態呢，就仲可以用多4個幾鐘頭，夠我哋一陣間去完一個景點，然之後再出去啲市嗰度補氣打氣。又落雪啦！我哋離開呢間椰喱蘇酒店，好有culture咯，呢啲地方好林芝添，我覺得係嘛？嗰啲咁嘅樹咧，呢其實都係桃花樹嚟嘅，頭兩旁嗰啲咧未開咋，仲謝晒咧。哇！睇下幾熱鬧呢區啊，之算嘅。琴晚夜晚黑掹掹我哋入嚟睇得唔清楚，燒烤乜嘢都有得食啊。不過全部係景點嘅價錢咯，呢度係。隻牛好搞笑，呢啲地方就即係孤單嘅牛喺度行。我哋而家已經巴松錯嘅湖邊，未有陽光，但係都有一種仙境嘅感覺啊，仙氣嗰啲。首先我哋揸車出翻閘口，去售票處補翻入場券，換翻我哋嘅證件，然後嚟到巴松錯嘅湖心島停車場。經過地下間餐廳就係出去湖心島噶啦。湖心島成個湖面好似一塊鏡咁樣嘅。湖心島左邊呢就係碼頭嚟嘅，會有呢啲遊覽船坐。不過我諗呢啲季節淡季呢就未必會開啊，因為你散客呢就唔多。咁其實呢啲應該就係旺季招呼旅行團出去個湖度遊覽嘅船。因為我見冇船會開，同埋應該都可能直頭未開嘅狀態。呢度係觀景台，個頭。頭仔師，頭仔乖，好，頭仔 up。喺湖心島係有島上商店嘅，真係島上商店啊！呢個名真係冇得頂啊！我就係中意呢種改名嘅方式，既直接又暴力，就好似有間客棧喎，真係有間客棧。有間客棧裏邊賣嘅唔係島上商店裏邊賣嘅嘢，一啲都唔簡單啊！有各式各樣嘅藏香，以藏羊毛織出嚟嘅毛公仔、擺設等等，非常富有西藏民族色彩嘅牛仔帽，各種用彩石或者木頭做出嚟嘅手串、頸鏈，連老牌 MK 仔最中意嘅佛牌呢度都有供應噶。不過呢種係西藏唐卡版。豬頭仔話巴松錯比羊卓雍錯更加靚，呢一點啊見仁見智啦。其實我覺得兩個錯都好靚嘅，但係各自呈現嘅風格係完全唔同，連湖水嘅顏色都係有好明顯嘅分別嘅。巴松錯呢邊我會用碧綠帶點青色去形容，而羊卓雍錯呢就係天藍色與灰藍色之間互相交織嗰種狀態。如果用女性去形容，巴松錯就好似一個大家閨秀嗰種嘅恬靜，硬係迎住佢含羞係含羞答答咁望住你。羊卓雍錯就係喺西藏草原上面策馬飛奔、豪情萬丈嘅揚眉女子，即係一邊騎馬一邊喺度叉叉叉嗰種呢。抱歉，剛剛因為太過投入，係有啲失禮嘅。
你是否来也这来这来，么么发么来目的里一西一西是那是那我来生佛来是里发沙发生佛来学也呼噜呼噜么来呼噜呼噜西里嗦来嗦来，西里西里苏噜苏噜菩提也菩提也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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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弥地里也拿来星期地里是你那波也摩那萨波嘿西多也萨波嘿，摩嘿西多也萨波嘿西多伊，西波拉也萨波嘿拿来星期萨波嘿。生阿木切耶，萨婆嘿萨婆摩嘿阿西陀耶萨婆嘿，切吉来阿西陀耶萨婆嘿，波陀摩揭西陀耶，萨婆嘿那来神奇波切来耶萨婆嘿，摩波利神切来耶萨婆。天上西藏主題郵局其實係一間 coffee shop， 呢度嘅環境清幽，坐喺大玻璃前面欣賞巴松措嘅景色，真係一件超到震嘅事。那麼來達那多來耶耶那麼利耶，波魯耶的說波來耶菩提薩埵阿婆耶，摩嘿薩埵阿婆耶摩嘿。西藏人呢，無論酒店或者 coffee shop 咧，都好善用啲咖啡渣嘅。我哋之前喺嗰間酒店呢，佢哋嗰個 coffee shop 嗰個都用嗰啲咖啡渣咧，整咗啲馬仔嘅公仔俾我哋。但係我哋翻到房嗰度呢，已經發現呢碎咗啦，就帶唔到翻嚟。原本我諗住送俾啲同事，因為同事中意飲咖啡嘅。我哋好大鑊，我哋每經過呢啲鋪頭呢，我哋就會停低，然後幫襯。啱啱我哋又各自買咗條，我買咗條俾我家姐，我覺得啲顏色好特別，所以就揀咗俾佢。豬頭仔買一條顏色都好特別嘅。我哋經過咗湖心島啊，而家繼續向巴松措嘅其他景點出發。如果唔係揸車，就會坐呢種嘅旅遊觀光巴士。呢度係山林棧道，我哋行嗰度得啦，都唔使行過去啦，好鬼長嘅呢條棧道，沿住個湖啊。山林棧道嘅湖邊可以望到遠處嘅雪山，另一邊就係望返去湖心島嘅方向嚟㗎啦。相信中間細細粒嗰個就係湖心島啦。西里陀云珠噜珠噜耶明嘟噜噜发射耶的摩嘿发射耶的陀来陀来地里你是佛来耶这来这来摩摩发摩来目的里西西西那是那我来生佛来舍利发沙发生佛来学耶呼噜呼噜摩来呼噜呼噜西里嗦来嗦来西里西里苏噜苏噜菩提耶菩提巴松措嘅面積唔算好大，完全冇得同羊湖納木錯嗰啲去比較嘅。我哋喺度遊覽咗半日呢，都覺得差唔多啦。我哋而家就要揸車去林芝。琴晚食石鍋雞嗰個老闆指引咗我哋下一條路呢，佢話沿途已經有好多好靚嘅桃花，就唔需要特登去嗰啲桃花園呢度睇桃花嘅。318去緊林芝，沿途都有啲桃花林，不過就唔好鮮色嗬。OK， 兩邊都係，不過唔係好大棵咁解。萨婆嘿那来信息波切来耶萨婆嘿摩婆利
喺呢段路上高的確見到好多桃花，呢啲係野生嘅桃花。我哋分別喺服務站同埋路邊停低，飛個航拍上去，拍咗2段有桃花嘅影片。唔知係咪季節嘅關係啦，而家嘅桃花顏色都唔係話好鮮艷嗰種嚟嘅。唔知有冇觀眾喺林芝睇過啲好靚嘅桃花呢？如果有嘅，可以喺留言區講低，你哋係咩季節同埋喺咩地點度睇桃花？前面不遠處就見到林芝市啦。我哋到咗林芝市啦，唔凍。而家天氣唔會凍。我哋嚟咗一間藏式嘅餐廳啊，藏人嚟㗎，全部做嘢嘅同埋啲客人都係藏人嚟。咁但係好在佢個餐牌咧有中文喺後邊嘅。咁而家豬油仔就睇下食啲乜嘢，因為我哋已經唔係話好有胃口食啲勁嘢，咩雞煲啊嗰啲嘢咧，牦牛鍋啲都唔係好想食，暫時。所有藏餐廳都係咁樣噶啦，甜茶或者酥油茶都係用啲熱水壺嚟載住嘅。豬頭仔嘅藏麵啊，藏炒麵嚟咗啦。呢話佢有啲乜嘢？肉絲咯，嗬，豬肉絲啊，似乎係。豬蘿蔔絲啊、葱花啊嗰啲，即係好簡單嘅，同藏麵差唔多嘅材料，不過一個炒，一個就湯麵。我嘅西藏咖喱飯嚟咗啦，哇，好得意，好似日式嗰啲湯咖喱啊，濕㗎，有啲顏色就相對嚟講淺啊，有啲牛肉。好似牛腩嘅部分啊，用咖喱湯飯去理解佢咧就啱啱好啦。咖喱湯加飯，好食，係好食，唔辣嘅，不過係個咖喱香冇辣嘅。你去大部分嘅藏餐館咧都會有呢個咖喱飯，係佢哋嘅傳統食品。幫我打氣唔使錢嘅，係啊。喺車房免費打完氣之後，我哋去咗一間醫院嗰度補給我哋嘅氧氣瓶。個支氣咧？大哥攞咗樽嘢入去未攞出嚟啊？未啊。因為應該要過去攞打完。
不過呢度醫院呢，幫我哋打呢個氧氣瓶呢，要收100蚊人民幣。如果我哋翻租氧氣嗰間公司呢，只係需要50蚊嘅啫。但係林芝呢度真係比較少呢類嘅公司。係要買暖氣翻嚟咧，搬緊翻嚟咧。喺呢段時間，豬嚟仔發現林芝嘅酒店大部分都係冇供氧設施嘅，而林芝剩低比較有名嗰兩個景點，我哋都唔係十分有興趣，所以我哋決定補給完之後趕翻拉薩。其實拉薩我哋都仲有大把地方未去嘅。頭啲新生命又嚟啦！新生命，翻拉薩一定要聞啊！我翻拉薩一定要聞。邊度呢個？拉薩。同埋頭痛咯，頭重，講實啲啊！由林芝起程翻拉薩嗰刻已經係6點幾噶啦，咁大概要揸4個鐘頭車啦，翻到拉薩基本上都10點幾，其中一段路呢，仲要前面有個警車喺度啊，搞到成行車都唔夠膽超速，進一步拖遲咗我哋翻到拉薩嘅時間。如果你問山長水遠由拉薩揸車去林芝玩1日就走，會唔會唔係咁值得呢？我可以話俾你知呢，喺西藏就係咁樣啦，景點與景點之間或者市與市之間呢，講緊起碼都幾百公里噶啦，揸2-3個鐘頭時間車去下一個點呢，係基本動作嚟噶啦，所以大家要有定呢一方面嘅心理準備啊！終於翻到嚟拉薩啦，我哋梗係翻去藏歸來莊園酒店度住啦。如果你哋又係咁黐線睇到呢度嘅話呢，我真係好多謝你，咁就唔爭再俾個 like， 分享我嘅影片，留言鼓勵一下，訂閱我頻道就更加添啦。呢啲行動都係推動我快啲出下一條影片嘅動力嚟嘅。下一條影片我會親訪高原反應劫後餘生嘅豬頭仔，而家嘅近況係點樣？好啦，我哋下條影片再見，拜拜。